动词来做事。小时候啊，就是最喜欢跟我爸妈回我阿嬷家。每次吃完饭，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往后面跑，然后有没有？就小人国就到了。对。玩一玩，我们都很喜欢去找婶婶，因为那时候婶婶在餐饮部上班，所以我们都会吃一些有的没，她都会拿一大堆吃的。开心。哎，我记得你第一次带我来阿嬷家的时候，我还跟阿嬷学那个姜丝炒大肠。我跟你讲，超难吃的，有够酸的。没有，因为大人怎么炒的？我不晓得那个客家的姜丝炒大肠是用醋精。哦，所以你就加一个太。就是越酸越入味越好吃啊，就加太多就加了半瓶。而且你知道我们每次回来，然后一定都会有麻糬哦，然后桌上都会我叔叔跟我阿嬷包好菜包，然后我每一次回去我阿嬷家第一件事开冰箱，然后里面都会有梅子冰。对，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吃你爸腌的那个嫩酱。自从我爸妈走了之后，就没吃到。哎，我婶婶回来了耶！婶婶，哎，你就算来了。对呀。去市场买菜回来，晚点看煮什么招待你们。你煮什么都好吃啊。等一下菜园还有很多菜可以采。哎，那叔叔嘞？叔叔去茶园工作哎。你们等一下可以先去找他。哇！我先帮你把菜递进去啊。我们有口福了，而且婶婶你今天穿好美哦。没有啦。我小时候每次看到你。你都穿得美美的去上班呐。叔叔，哎，我来找你了。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都在这里玩。采茶，你要帮忙吗？可以不要吗？因为我小时候来这边都是来玩的，没有来采茶叶的啦。来，篮子给你，采这个1心2叶，这1心2叶。这样子。对，再长一点没关系啊。阿公以前就做这个了。那阿公除了种茶叶之外，以前是做什么的？也是茶叶。阿公老了以后，叔叔才把它更新，重新种过，重新种过。哎，很漂亮。那一根全部种2700棵。哇，都你一个人哦？有请人啦。哦，我想说好厉害，你一个人。2700棵，而且很大哎。而且是用机器种的吗？怎么可以种的？用人工。人工，一定用人工。我们用请那个中耕机整个打过，我们再种下去。那是茶虫吗？哎，对，再把它。哎，茶虫啊，对。我们以前表兄弟很多，然后我都会被叔叔还有阿公骂，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又是练体育的，我们都在跨栏。以前没有这里可以跨，没有，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宽，对，只有大概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一杯从那个头开始就一杯气，然后跨，然后就看到叔叔在那边骂人，就跟你讲跨什么拿我茶叶，这样子就一直喊。那现在你长大，这个宽度应该跨得过去了。没办法。然后，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来我阿妈家？为什么？因为钱拿的比较多，红包啦。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每一次阿嬷给我，就是我阿嬷给我红包的时候，都会把我拉到旁边，给很大包。是重点是怕你爸你妈会把红包收走，不是？为什么要拉到旁边？因为我，你这可以讲哦。啊，算了，因为我已经都快50岁，我也不怕骂我。你有那么老吗？我40几岁啦。你知道小时候就是有一次，我被阿嬷拉去就是鬼鬼祟祟的，然后出来之后我就拿在手上嘛，五谷都叫我臭美，他说臭美，你看你给我看你的红包多少钱，然后我就傻傻的说，就说哦我还没看，他说你现在打开来给我看，结果一打开，你知道我姑姑超生气的。他就开始客家话跑过去跟我阿嬷讲说他偏心。叔叔，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不知道。你不知道？哦，叔叔很大方，叔叔给我们也都大包的。你还记得啊？因为他在旁边。这个怎么踩得完啊？对啊，这个用手但是以前都是用人工哎。那你会不会唱那个采茶歌？不会啦。我的印象中，我姑姑们唱歌好像不是很好听。不是，采茶都很忙的，没有时间去。但是很奇怪哦，很无聊。你们有没有发现客家人嗓门都超大？是只有你吧？嗯。没有客家人在家里叫小孩，在整栋楼都听得到。没有，真的客家，因为我妈妈也是，我爸爸也是。那客家人的肺活量，可能是因为你知道这么远的茶园，要练说吃饭喽，然后就会叫很大声，对不对？臭美吃饭喽！他以为你在骂我。你不是小时候叫臭美？叔叔，我们应该采差不多了吧？可以。我跟你讲，我老公很会做菜，你要不要表现一下？因为我叔叔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菜。但是呢，叔叔，我很久没有吃你做的菜，我今天可以吃一下吗？可以。那我可以指定吗？啊，我要有一道菜叫秋阿父。有一道菜叫秋阿父。对，就我叔叔会知道。回外婆家，所有的菜都是我叔叔准备的。我叔这么厉害哦，超厉害，你可以吃吃。他自创的菜。对，那我们去找婶婶好不好？好，走。我们回来了啊！来天数种玻璃菜哟。嗨，他听不懂啊，他不是啦，他不是我要翻译来。神说什么？那个他跟你讲说要种菜啦。玻璃菜是什么？高丽菜。哦，婶婶啊，这要怎么挖？你是种菜还是在种菜呀？养蜂啊？在种菜啦。那你为什么要把这包成这样子？因为我很怕蚊子。我跟你讲哦，啊，皮哈老个奶呀。便便啊，边哎，便啊。哦，说它这样边哎。哎。哦，然后这样子边，然后就可以。哎，来，用就好。用就好。你弄得很开心，我才来跟你讲一件事。这片含油。什么事？我小时候啊，其实每次来菜园，我都会感到害怕。因为以前这是我里面是我阿嬷的那个地盘，乡下人他们种菜都是。有机的，为什么有那么多桶子？有时候那个桶子里面都会有一个勺子，然后勺子就浇花，可是那个勺子味道很重，阿莫尼亚味道很重。所以你刚才在播的时候，婶婶，你现在还会这样子吗？不会，现在不会了。那你放心一点啦。哦，有机肥啦。给是肥的老的有机肥。有那大概都是什么东西？养鸡场哈。刚才那个屎尿、鸡大便哈，它会让它发酵，差不多意思啊。不，有机肥是叔叔那个茶园，它要施肥，我们菜园就用它的有机肥来施肥，加在一起，两个加在一起。婶婶，它这样子种多久就可以吃了？这个要3个月。
3个月，75天了。这是玻璃菜，嘿，玻璃菜。玻璃菜。讲国语，高丽菜。高丽菜。对，高丽菜。玻璃菜。闽南火锅为玻璃菜。玻璃菜哦，玻璃菜啦。嘿，玻璃菜。它种好以后，我们要架网子。啊，还要架网子？对，为什么？因为要保护它，刚种下去的苗不能太高温，太高温会晒死掉，所以要架网子。那种菜很辛苦啊，都是工啊。而且光一直这样蹲着，哎，我觉得比我16吨还累。哎，我还没有看过在菜园16吨的 energy 哦。好了哈，好了，我们来架网子了，这是一整行都要架。一整行都要架？对对，来。我小时候每天，你看哦。这个头一定要有一只哦，嘿，插下去，好，先插这一整排。哎呀，我要站边边点，这个没弄好不就弹到我？所以它要用一点力，上面再手往下啊，对对对，用网子就对了。对，上面网子把它架上去。哦，好 ，OK。那我们去拿绿色的网子，来把它搬过来，来，直接这样走过来。你这样怎么跟我们乡下种田呢？哎，走到里面，你确定？我很想要。跟你回乡下种田，我就让它靠着就对了。对，哎，好，哎，对，这样子，来，你那一只放下，哎，这样子就好了。OK， 啊，婶婶，那我们接下来干嘛？哎，接下来我们去采地瓜叶，啊，晚上煮。哦，不能剪太底下。那上面至少有留叶子，对不对？对，就是要留几个芽，让它再长苗哈，大概就是这个长度啊，这样子。哦，好。啊，你那个拉起来，对。你拉起来看到，嘿，长长，哎，这里它才会长芽。对对对。哎，我怎么没剪好？这边剪到长的，对，没关系，也是可以。好，哎，这2个，哎，可以。OK。你看，我婶婶说我可以。可以了。那我们现在要去，还要采准备。哎，茄子。哎，茄子不是紫色的，不是紫的。哎，茄子很多种品种哦。哎，来，你看这个就是紫的哦，对，这个就紫色的啊，有没有？哦，哎，我小时候每次来阿嬷家，我都会采这个，然后都会被我阿嬷骂。那是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吃九层塔，九层塔就是这个。然后每次阿嬷就说：“哎，你每次都要这样子采，然后就都采光了。”因为我是怎么采，知道？直接冲的，直接拔起来，连根拔起来，然后带回家。你知道带回家？因为没有，因为我怕一个叶子这样子采下来，回到台北就软掉了，所以我就连根拔起。我差点被阿嬷骂哎！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样子最嫩最好吃了。对。而且我跟你讲，九层塔的花很香。九层塔。对啊，我很爱吃九层塔，因为我们家小时候不是煮菜补蛋，是九层塔蛋。九层塔菜补蛋，你们有没有吃过？菜脯。对，我跟你讲，可以塞呀，绝美，绝好吃，巨好吃。哎，采购多了啦，这样可不可以？够了。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啦。对啊。哎，我们回去哈，准备晚餐。阿迪，你要帮我烧大灶，生火。啊哦。现在不是都用瓦斯炉了吗？婶婶还在过老人山顶洞人的生活。哇，生活。可以吗？好强啊！不错不错，婶婶，你都不知道他的那个演唱会，他是史上最杀偶像团体的男主唱，唱歌有多好听。然后你现在叫他来生，你有让他体验一下。动吃来做事。哇塞，这，哇，生活，好，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用啊？哦，哎，够干了，应该可以。这是难不倒我的。
底下在生火了。那我们先来备那个香菇鸡汤的料。首先那个香菇切大概5朵，一半对半切哈。然后山药呢，这里大概分4等份，也是对半切。好，还有这个红枣跟枸杞，拢甲放在内底。我就这样嘿，等下再盘过去，大概没有关系。可以了，可以 ，OK， 然后放进去，对，这个也是一样。山药嘿，小心哦，它会咬人哦。还好我录音过，这种没有乡下的小孩，怎么可能生得了火？起不来。OK。哟，在冒烟了，可以。这叫够楼啊！行。应该说加个汤啦，来放着哦，我大概一下看一下，哦，刚好，好，我来拿。OK， 好，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冬瓜香肉哈，把这个中间的籽把它挖出来，那个籽把它丢这边。婶婶，你的菜都是谁教你的？是叔叔吗？还是你自己？他会吃饭啦，教我。没有哦。可是我觉得客家男生都很会煮饭。叔叔以前是确实比我会煮。对啊，然后我爸爸也是啊。你知道我从国小1年级到6年级都是我爸爸中午在帮我送便当的吗？你爸爸就是很厉害呀。所以到了就是我女儿长大念小学，他们中午的便当，我也是每天中午这样送。对呀，我们都现做现送。你们都是现代的好妈妈。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没有，我们现在没有把它摆到这里了，摆到这里面来了。对，切菜。对，然后等一下肉拌好，就直接就这样把它镶上去就好。香菇切末，红萝卜切末，好，然后跟肉拌在一起。拌好以后呢，我们再把它镶铺在上面。好，不错哦，真的有刀工哦。有，当然，厉害。不知道阿迪生火生的怎么样但是他应该可以啦。我没关系，我等一下再去看好了。你看一下我老公，来看一下生火生的怎么样啊？厉害吧？可以吗？好强啊！不错。这都你用的，可以。对啊，可以放大的进去了。可以放大的进去。那个大的。这么大只哦。对，因为我们要炖哈，要炖比较久。炖，对，所以要大的哈。婶婶，你都不知道他的那个演唱会，他是史上最杀偶像团体的男主唱，唱歌有多好听，然后你现在叫他来生，没有让他体验一下。我就跟婶是怎么过生活？没有，婶婶，你真的不用担心。你从刚才我切菜，然后跟你看他就可以做得很好，真的不用担心。不错啦。婶婶，我们要不要先走？我们是不是要去加水喽？可以加水喽。你忙你的，那你忙你的，我们要回去继续忙。我回家就弄一个灶台。走了，我们回去忙我们的事了。奇怪，我叔叔都引擎富翁了，茶叶富翁了，为什么就是哪里茶叶富翁？然也不给你，就直接就是
厨房弄漂亮一点。你看你这厨房这么大，然后弄一个中岛，有没有？你又不晓得你叔叔是客家人啊？对耶，他是客家人，他怎么舍得花这个钱呐？哎，真的耶，那真的跟我爸爸一样，我都跟我爸讲，我说爸爸，你如果钱哦都不花的话，就是遗产哎，花了才是财产。你爸爸跟他就兄弟一个样啊，真的哦。可是客家女生很大方哎，哪里不一定啦。那你儿子？我儿子也很省哦，真的假的？真的。可是他对我老婆小孩，他不会那么省。不要，那你叔叔不一样哦，是都省，什么都省哦。真的，因为我就从我有记忆以来，他那件蓝色背心陪伴了我长大。他衣服破掉他也穿，真的耶。哎，我还不知道我爸爸真的可以省那么多钱，对，可以省成这样子。哎呀，不懂享受啦。你知道我爸有多省吗？对呀，他原本一双皮鞋其实已经穿得破破烂烂的，后面已经磨到坏。他后脚跟把它剪掉，然后变拖鞋，时尚拖鞋。现在不是很时尚的皮拖鞋吗？所以我爸爸就继续穿。你叔叔跟他差不多。哎，婶婶，你的肉也太香了吧！你这边弄得怎么样啊？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们都40几岁了。因为这个乡下的工作你们没做过。不会，我们很喜欢就是做这些。好，把它用完。那我把猪肉。我婶婶真的太可爱了，哇！弄一个太满。太满没有关系，满也没有关系，尖尖的都可以。土豪式的吃法。叔叔又在巡视他的现金，因为他的现金是他的茶叶。他刚才很可爱，我说，哎，你真的是富翁哎，他说我名字有个富字啊。哎，大致上这样子就可以了，备齐了，嘿，好，准备好了。安尼好，谢谢，好帮手。真的好喜欢烧柴的感觉，在家里应该弄个灶台，做不了壁炉，还可以弄个灶台来烧火。你看那烧木材，真的莫名其妙的会有那种疗愈感。哦 ，OK。哎，爸比，我跟婶婶把食物拿来了。哦，好。哎，可以。哎，这交给你放。来，我来。还好。啊，香菇鸡汤。哦，好香哦。超香的。还有香菇鸡汤哈。好。我来啦，我去拿。继续顾我的火。那个最大的可以把它放进去。把这安尼坑一下。对，下骹。嘿，对，哎，把它叠起来，哎，对，安尼。哎，香菇鸡汤来喽！哦，这里。好，我盖起来喽。好啊。哎，这样就好了嘛？没有，这洞哦要补起来，那蒸汽才会一直出来。对耶。我去拿布哈。所以的这个要把它洞把它封起来，哎，手小心不要烫到。哦，这样子它就蒸汽就不会跑掉。哇，这是对，哦，你看。古早时代的压力锅。安尼就袂走起啊，袂走起吼，再跟卸的。哦，水很容易会挥发掉啦。是不是？蒸汽才那个压力锅的概念。你不要再烧火了。我们是不是要去那个？哦，可以。换我老公表现，跟我表现。对。我们先去备好料。我要茶叶入菜。就这样放着就可以了。哦，好。谢谢你哦，辛苦了。不会。炸鸡柳，然后你还有什么？你要什么？你跟我讲。那个不用茶汤烧豆腐。但我不得不说，你的料理你做的菜真的很好吃。那你有觉得嫁对人了吗？当然，一定是嫁对啊！又那么会做菜，又这么会唱歌，又这么会蹲。怎么会蹲？你就边哦，对啊。动吃，来做事。
耶，茶香红烧豆腐。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做这道菜呢？其实为什么？你也知道你老公很爱吃豆腐。没有啦，讲什么？你真的很喜欢吃豆腐啦？对啊，每次去餐厅一定会点一道，不管怎么样，豆腐料，就是对，都豆腐的料理。因为我们刚刚早上采了茶嘛，那想说想用茶叶来入菜，试试看做这个茶香红烧豆腐。所以这是叔叔今天对他采了茶，然后去焙出来的金萱。然后红烧豆腐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蛮特别的记忆。会想要做这一道菜是因为我爸的关系。怎么了？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爸都在那个彰化开工厂。对。然后其实很少会在台北，因为我中间已经隔了很久没有看到我爸。然后我爸，因为很少见到我妈，他几乎每一次只要我在中南部有签唱会，他就会跟着，就是带着我妈，然后就是开车特别去签唱会现场看我们表演。然后在南部工厂，他也会时常就是把所有的我只要在上电视表演的这种画面全部都把它录下来。所以我们家以前有好几百卷那个。有啊，然后我记得我每次在你爸的车上啊，永远都是放你们的光碟，然后放你们的歌。对。好，我先把它放开，就是用盐水穿烫一下。不用闪开。没关系，就是让它。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吗？帮我。哎呀。帮我切。哎呀。好了，帮我计时30秒，然后把它捞起来。我先切。1、2、3。好了，讲到一半，那一次会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很久没看到我爸，难得放假可以在家休息，我妈就突然跟我说，那你要不要下去南部工厂，就是看一下爸爸，因为很久没看到他。然后其实当下我还有一点点觉得累啊，因为也想说难得可以放假，难得可以休息，因为你们那时候真的通告很满。对啊，因为那时候到处跑啊，然后想说有点觉得很烦呐，说真的就是又要跑那么远，才好不容易不用跑来跑去东奔西跑，可以在家休息。然后后来想，好吧，还是因为很久没看到爸爸，然后就去南部工厂陪他几天这样。当天下到彰化的时候，爸还看到我说，他也吓到啊，你怎么会来？台语讲啊，你里面做扛魁哦。刚好我在吃饭时间，其实他已经煮好了，但是他都煮的是，就是他可能就是随便煮一煮，然后甚至有可能是昨天吃剩的，或者是然后今天又热一热，然后继续吃，然后中午嘛随便吃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彰化而已。然后看到我到你吃饱没？阿伯啊，不要紧啦，我请他家的哦。然后他就默默的就不讲话，就跑去厨房啊，然后冰箱开始翻，然后就默默的弄出一道红烧豆腐来，因为他知道豆腐不是，他知道我很喜欢吃豆腐，因为我也很。那这个好了，我要先放哪里？对，一样先放回来。还是先直接放上面？没有，等下要我先备料备好，然后他就特地煮了一道红烧豆腐，然后我就突然就很感动，然后你都还记得，就是我喜欢吃豆腐，因为我很久没有吃到他煮的东西，我就在边吃的时候就边默默的啜泣，因为看到不够咸，所以要滴冷眼泪。就看到爸爸，就是因为很久没看到他，很开心啦，他很开心。然后他其实我爸就不苟言笑，你看到你也知道我爸就是平常都不太笑，不笑的时候蛮凶的，很严肃的一个。惊觉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动作就变得很慢，然后脸也就是整个人也变消瘦，没有好好陪伴他，其实我自己觉得蛮不孝的，因为不会啦，因为工作也没办法。因为我跟爸差，我爸很多岁啊，我爸40几岁才生我，所以我对这道菜就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你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真的每一次就是我们不管去哪里，只要有红烧豆腐，就是里面有在卖，你一定都会点。就算我跟你说，我们菜已经很多，但是你还是要叫一来我喜欢吃豆腐，然后尤其吃红烧豆腐，就是会想到爸爸以前。好，那我以后不会，以后你说你要点豆腐类的，我都会让你点。其实你也知道，你现在我只要吃饭，你都会直接帮我点。因为已经变成一个习惯，那我再跟你换位置。好，你这样就好了吗？我要帮你什么？还是你帮我切一点姜末？小心烫哦。喂。OK。那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做菜给你吃的是
哪道菜吗？麻婆豆腐在日本。那你还记得是什么味道吗？麻婆豆腐，哇，天哪，也是超难吃。因为那时候是我不是还没有学过怎么做麻婆豆腐，想说，反正麻婆豆腐应该吃过也是大概。好可怕哦！那道菜我先讲哦，吃完永生难忘。它的料理什么放什么东西，很豪迈，很豪迈。你知道我第一次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嘴好像已经会麻3天3夜，因为你那个花椒是直接一大把下去。我吃第一口的时候，我是满嘴的花椒粒。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想说那个酱应该不是用勾芡，是纯粹酱的那个收的汁，好可怕哦！然后我就倒了一整罐豆瓣酱。你为什么都要给我吃一些那个暗黑料理啊？我那时候做给你吃也是因为你那时候在家，然后身体不舒服休息，好不好？哎，这样可不可以磨？这样子确定这样子可以哈？可以。还是你要再磨一点？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好，因为它是要煸香而已啊。哦，好漂亮哦！是不是？小心心翼翼的，不会把它弄死。我本来想说要在旁边帮你，因为会粘住。不会粘的。你看，它是因为有点焦化，分一下就好了。稍微煎焦香一点就好了。然后那个葱姜蒜丢进来。那3只鸟在等你，在那边想说紧呢啦，快点啦，很慢。你看他在讲了，很快，你又吃不了。你看他一直在讲话。你是想要飞下来让我夹菜是不是？那个在客气。那个葱白先给我，葱白直接丢吗？丢进去就好。你油够吗？可以再来一点。油还需要吗？可以再来一点。倒在那个菜那边就好，一匙就好了。好，来。我们两个其实蛮有默契的。废话，都结婚了多久了？是不能好好聊天，是不是？你在废什么？剪掉再讲一次。你不觉得我们两个默契很好吗？他们会剪成预告。你不觉得我们两个默契很好吗？没有啊。好啦，那个你还要什么？姜啊，姜，要爆香的，快点。姜末是不是？对。哦。但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的，因为我遇到的男生，你是第一个让我蛮惊艳的。惊艳什么？你约我去你家，然后你说你要煮饭嘛，我想说怎么？哦，对，我还煮了一桌菜。然后你就说你小睡一下，我准备一下料。就后来你把我叫起来说，我们可以去吃饭了。然后我想说你应该趁我睡觉的时候是去叫外，就是叫外卖。那时候哪有外卖啊？但是为什么我相信那是你自己煮的？为什么？因为卖相。没有好不好？那一桌菜连我姐都说很好吃，好吃，但是卖相没有热炒店那样子。哦。但真的很好吃，我还记得你那时候有鸡柳，炸鸡柳，然后你还有什么？你要什么？你跟我讲。那个用茶汤烧豆腐。好，就这样。然后要焖吗？对。好。所以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就一下去就一个男生可以备这么多料，然后又蛮有功夫菜啦，就是什么炸鸡柳，你还要裹粉什么的。为了喜欢的人做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你那时候是很喜欢吗？不然你怎么会到我家吃饭？我说很喜欢吗？都特地跑去日本追你回来了，还不够？那是后面。没有，我第一次做菜是先去日本找你，后来你回来。不是。是。好了，要吵架了。你记忆相反了你。没有啦，反正你就有为我做菜。但我不得不说，你的料理你做的菜真的很好吃。那你有觉得嫁对人了吗？当然，一定是嫁对啊。又那么会做菜，又这么会唱歌，又这么会蹲，怎么会蹲？你就边哦，对啊，可以，这样可以了吗？可以。所以起锅前先撒上去。
然后我刚才吃第一道菜的时候，其实我泪水已经快要忍不住了，因为阿嬷，自从阿嬷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少回来这里吃饭了。第一次又感觉，哎，我好像又有娘家了。那所以我以后吵架的时候可以来跟谁吵架？跟我老公啊，要不然跟谁？跟隔壁邻居吵架的时候，我可以回来吵你吗？不要等吵架才回来吗？动吃，来做事。用时炒台葱。哎，你很强哎，用时炒台葱。你帮我就是大蒜切末。切末。你还记得这一罐吗？我记得。这一罐就是你当初倒掉半罐这边，因为没有什么料理是要用到醋精，大概只有姜丝炒大肠。但是很多人会看到说这应该是工业酒精吧，可是，在客家人就是家里一定都会有，很强哎。这样拿我就闻到那个酸味了。那我先倒一点点出来。好。可是姜丝炒大肠真的，我们家每天都会有。每天。几乎都会有。为什么几乎都会有？就是这客家有名的菜之一耶。然后辣椒你要怎么切？辣椒就是斜的，斜切，留籽哦。对。好，然后姜丝也要切，其实越细越薄越好。越细越薄越好。对，因为我们通常吃大肠会跟姜丝一起吃，口感就是会有点卡吃的啊。哦。而且你还记不记得我去到那个餐厅，然后如果吃到它的那个你会打包？对，你会把那个剩下的大肠都吃完了，然后那个姜丝要打包，很妙吧？然后你要回去再自己加大肠炒的。腌的嫩姜就是酸酸的，我很喜欢吃酸的东西啊。所以你时常会说我什么？时常吃坏掉的，就算吃到坏掉的，你也吃不出来，它是坏的，因为你就是反正喜欢吃酸的。哎，你要快一点，我已经要那个了。好，我要全部下去爆这个。对。哎呦，有水，你都没有把水。怕油爆怎么煮菜啦？好姜哦。我觉得整把下去好了。不然你们爱吃姜都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些餐厅它，你怎么把辣椒？你怎么也把辣椒？反正它等一下也要下去啊。我觉得要再加一点点油，因为它被那个把那个香气吸出来之后，然后下大肠。啊，辣椒不用爆。辣椒后面。然后盐巴。等一下，我先让那个大肠缩一下，收干一下。看到这大肠，我真的就想到阿嬷。哦，但阿嬷很开心哎，她连吃到那个什么孙女婿煮的大肠，好可怕哦！知道我那时候真的不晓得醋精，然后我想说这加醋，然后我就打开就口，然后倒了半罐才发现怎么那么酸，好可怕哦！对啊。然后我要一点点，真的好酸哦。这是醋精，再倒一些给我。我跟你讲，醋精，因为你没有炒过，对不对？你要慢慢的加，才知道那个酸度。对，然后我要酒。你火是不是要大？不叫你喝啊，你喝什么酒啊？就这样，不用加别的。不用，而且你知道醋精真的会很熏眼睛哎。我想要试吃一下。试吃。对，因为你知道我后来我为什么不喜欢煮这一道菜的原因还有一个后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会想到我爸爸。哦，因为姜吗？还是因为醋精？除了姜、醋精，然后跟就是我每次回到家。我爸一定会准备，因为我很喜欢吃。然后因为后来我爸妈不是走了嘛，所以我就没有娘家可以回嘛，所以我只要就会不喜欢吃这道菜。我不喜欢在家里煮这道菜，因为家里就会有弥漫的，就是你知道跟爸爸的那一种，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啊，好，最后我反而就是
可是我跟你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反而要把那个以前爸爸的味道留下来。像我就觉得很可惜，以前我爸在的时候，他也常煮饭啊，可是我反过来我都很少会就是请教他怎么煮，因为他会煮饭给我吃的时候，这样很烫是不是？很酸，很酸。没有，这已经算不酸了哦。这已经不算不酸了，我还觉得不够哎。我觉得是要再让它入味一点，你是不是要加水啊？不用吗？就是这样。什么？盘子哦。对，我刚刚话还没讲完，被打断。你说。我说我就觉得现在很可惜，是我爸的很多料理啊，我都没有把它学起来。哦，你有讲。那个还有炸酱，还有炸酱面啊，然后我妈说我爸以前年轻的时候很会弄牛肉的料理，对，但是我从来没吃过。我的姜丝炒大肠。对啊。哦，吃饭了。哦，我好怀念这一句哦，因为以前我叔叔都会就是端菜，然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邱阿富。为什么？这是我的回忆耶！过年或是什么节日回来一定有这一道菜，所以我那时候取名叫邱阿富。真的，我今天才知道这道菜叫邱阿富哎，我第一次听这个味道。哦，这个我做的。有入味吗？就是他爸爸，他就是工作回到家，然后他爸爸亲手做的，特地煎那个红烧豆腐给我吃。对。对啊。然后叔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吗？因为我妈妈过世，然后有过世几年之后，有一年我就很想我妈妈，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我就说爸爸。今天是我生日哎，可是妈妈不在，然后我爸就说：“那你要不要回来吃饭？”然后我就说：“好，那我等一下刷牙洗脸我就过去。”我爸爸就煮了这个，因为这都是每一次我爸爸都会煮给我吃的客家料理。对，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姜，因为我爸不是都会就是嫩姜。哎，你第一次吃我煮的？好吃。这是我们早上来之后拔的那个地菜，地瓜叶，不是地菜啦，不是地菜，不是地菜啦，地菜是地的鸡。对啦，他有讲地瓜叶的一个另外一个。我拢讲含鸡油啦，对啦。所以说，我今天采的，哎，我觉得我要是你儿子，我会每天都回家吃，想要每天回家吃饭。有啊，他有回来吃啊。我要吃汤圆。哦，蛮好。你知道我们我不是每一次来桃竹苗新竹啊，我都会去吃一家餐厅的汤圆，好喝，好吃吗？而且只有客家汤圆才这么 Q 弹呢，是不是？少了一味党欧啊，对啊，因为这个季节没有党欧，没办法。哎，连长都还没长，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它婶婶煮很久了，对啊，都没，你知道它都没有烂，真的手工，对啊，手工去弄，因为我知道，因为就是用手工的才，我们在那个菜市场买的，就煮一煮放一下，它就有点散，没有散，会散，那是有加粉，对啊，会糊掉，嘿，加粉，它这个是。确实是用糯米，对，纯手工，只有客家市场才买得到。哎，你不是有什么礼物要给新伟没带回去吗？啊，你去拿。哎，好好吃哦，婶婶，你的手艺很厉害。我小时候都没有，因为你小时候你都要上班。上班，哎，所以过节过年，我几乎都那个。哇。煎嫩姜哦，嫩姜，哦，你尝尝看，
哦，跟你爸爸做的味道有没有不一样？很像，很像哦。你爸爸也是用这种的哦，他会做啊，我不会做。会想到我爸爸，你知道我每次跟他吵架的时候啊，然后冰箱都会放一罐爸爸做的，然后每次吵架，然后我就会去冰箱，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吃一下，然后就想说爸爸还在。就跟我吵架。对，每次吵架，因为没有娘家回啊。你不要跟他吵架。因为没有娘家回，所以每一次就是想到爸爸妈妈，然后那罐我都舍不得丢。那我后来有自己试，那就是有爸爸的味道。试做给他，就是想要试做看看那个嫩姜给他，但他还知道他爱吃什么。我可以体贴。我可以时常还，然后你就嫩姜季节到的时候，然后多腌一罐给我。OK， 只要你还有想到叔叔，其实我一直忍住那个情绪，很久没有这种。对，因为刚才婶婶在家就是在家里在就是煮，然后那个味道卤肉那个味道，然后我就说我好像回到家了。然后我刚才吃第一道菜的时候，其实我泪水已经快要忍不住了，因为阿嬷。自从阿嬷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少回来这里吃饭了。然后基本上从那一次开始，就没有再吃过叔叔煮的。所以我这道菜其实已经10几年。你这个小时候回来呀，已经大概15年有。是啊，就有差不多。阿婆过世也十几年。对，所以我今天刚才在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回想起以前每次在那边吃完饭，然后桌上叔叔都会买黑松汽水，你还记得啊？对，他一定会买黑松汽水，而且还不是沙士哦，是汽水。然后你知道小时候就是很多就是回忆就会涌现，然后我就看到这些东西汤圆，然后就觉得第一次又感觉我好像又有娘家了。那所以我以后吵架的时候可以来跟谁吵架？跟我老公啊，要不然跟谁？跟隔壁邻居吵架的时候，我可以回来吵你吗？不要等吵架才回来吗？对啦，没有，通常不是都是回娘家都是对啊，随时都可以回来啦。我没有想到说今天隔了10几年，然后还可以吃到就是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吃了第一口的那一种，你知道鼻酸。然后我最感动的是，我叔叔。他做了腌姜，你知道这腌姜对我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爸爸离开的其实有点突然。腌姜这个东西是我爸爸留给我最后的一份礼物。今天叔叔做给我，真的超级感动，就可以有让我想到，就是感觉我爸爸还在。我真的很想跟爸爸讲说，爸爸你真的不用担心，我现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有空我也可以回来看叔叔跟婶婶，然后你都不要担心，你的孙子、你的女婿都很棒，我真的觉得很满足，然后也很幸福。今天算是圆了我老婆一个愿望，就是她也很久，也有10几年了吧，大概没有回来这阿嬷家，然后吃叔叔做的菜。我觉得这一次陪她回来啊，然后。回到故乡，就是回到阿嬷的老房子，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我蛮羡慕她，因为我从小就是台北长大的小孩，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乡下可以回去。回乡下吃阿嬷煮的那种故乡菜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怀旧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我做了一道，就是算是纪念我爸爸的菜啊，应该说我记忆中爸爸常常煮给我的菜，其实我也觉得。也是想要告诉他说，欧巴，我现在过得很好，希望你都有看到你儿子长大了，然后看到你的孙子，然后希望你可以也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健康，然后也想跟我的岳父岳母说，爸妈，你放心，我把欣伟顾得很好。但是叔叔你要长命百岁。你要长命百岁，你们2个都要健健康康的。谢谢。然后这样我才可以常回来，带小孩回来找你。好。你才可以再做那个秋阿夫给我吃。你要先预约啊。会啦，你看我的你很厉害，你都有 FB， 我都会先跟你联络说，叔叔我今天要吃秋阿夫，所以觉得很奇怪。
点亮，主要是群吹强遗忘。下甲草鸟准备好着上座，黑暗的季节迷途。明一天一晚饭，讲一听听的事，一梦一世的快乐又漫长。你追寻的笑容，化作爱心。